113学年度广达优于意的计划，日起的心灵城堡巡回展，自去年9月份伫台南市16间学校轮流来展出以后，11号上午来到东区牛文国小最后一站的新歌展。包括教育局副局长王坤元、广达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徐慧佳，以及16间同门的学校校长拢踊跃出席，肯定这项艺文的推广。广达文教基金会已经今年算是第11年，那对本市的这个艺术活动的支持跟协助了哈。那前10年呢，我们的在校园的巡回活动呢获得很广大的回响。那相信今年也会对于各个学校的巡回展出呢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那我想另外特别提到，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活动，还有培养学生来做导览讲解。对讲解者还有对参观者这些学生呢，一定可以在艺术层面，尤其是这个绘画的层面呢，除了能够展现欣赏的能力之外呢，相信对于未来他艺术的想象还有创作会有相当程度的帮助。在这个游艺计划里面呢，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画作的引导呢，把学校塑造成一个美术馆。然后让我们的师生呢，可以就近在美术馆里面呢，参观这个世界级的画作，同时呢，让老师可以运用这些画作呢，融入到这个教案里面，让小朋友呢，透过有系统的这个学习呢，了解画作的来龙去脉。同时呢，我们也培养小朋友呢，成为画作的导览员。透过画作的导览呢，让小朋友呢，言之有物可以培养他们的问题解决的能力，还有面对观众的时候能够无所惧怕的言之有物。现场的开幕式校方还安排小朋友的表演，有管弦乐团、舞蹈，甚至融入画作的话剧表演等。现场还有牛文国小电视高年级的老师，将法国艺术家尼克无共时代的作品融入去教案，展示学生多元的媒材创作。在开幕式的最后，广达文教基金会嘛致赠纪念典装品，予咱市首任的蒙自学校一在国小，成为全台第2间核选典装典品汨罗的奇幻小宇宙的学校之一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